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乐乐小虎场，都行康康来办桌。乐乐甲迷你王国的小精灵合作，准备出发去掠变猛的歹朴树。安尼，咱即马就出发，做伙去找歹朴树。Let's go！ 哎呀，咪咪咪咪咪，咪咪咪咪咪，啊，咪咪咪咪咪，呵，咪咪咪咪咪，咪咪咪咪咪，咪咪咪咪咪，等下，乐乐，小精灵应该哪伫咧？去圣地。想袂到，这阵小精灵哪咧发圣地，一个啊一个跍咧涂骹，坐伫涂骹，有诶搁倒伫涂骹，气配面无爱离开。啊？什么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乐乐踹一条，巴肚枵，想要食咪咕咪咕。小跳们想要啉蓝姆蓝姆，想要食爬噗爬噗。咪咕咪咕好食，咪咕好咪咕咕，蓝姆蓝姆，我嘛要蓝姆蓝姆，咪咕咪咕，爬噗爬噗。看起来因想要食真侪物件。哦，对啊！小精灵一人一句讲一堆食物的名。原来早前小精灵为着阻止乐乐因用伤济气力，即马又搁枵又搁忝，无力振动啊！那唔赶紧出发，歹朴树要走去啊！乐乐想到讲，对啊，康康会晓煮食啊！康康提出万能调味机，当然 OK。不过遐料理我连听都无听过，是要安怎做？这时帕基鲁鲁的装备袋啊开始发光，一顶圆圆的总破西帽啊等袂住要飞向康康。呼鲁鲁举迄顶帽啊讲：康康，总破新帽啊，想要斗相共。伊知影全世界所有的食谱，甲万能调味机配合，会当做出好食佮营养的料理哦。啊，无唔对，伊甲万能调味机是好伴的，啥物菜因拢会晓料理。康康，紧发通关笔记。好，帕基鲁鲁、普鲁鲁，乐乐小虎场 ，Ready Go！ 总破新帽啊，出现康康片仔的图啊！总破新帽啊有影开始发光，正做康康的装备。大家听我食，康康会当替恁做出想要食的料理哦。小精灵随啊随的抢要点菜，有人要食咸的，有人要食甜的，有的要食肉，有的要食菜，搁有的要啉汤。想要食咪咕咪咕，想要啉拉布拉布，我要爱爬噗爬噗。迷你王国食物的名拢足够水的。对啊，无问题，看我动作甲变出来，呵呵。康康才拄甲圆圆的总破新帽啊提起哩，就铺现料理的做法，双手随开始振动，一下就做好100出菜。咪咪咪咪原来咪咕咪咕是香公公的卤鸡腿，拉姆拉姆是补充元气的果菜精力汤，其他也有虾仔烘卵、白菜豆腐、红椒啊、蛤仔菜瓜、金瓜鸡汤、绿豆汤加果子盘。虾仔烘卵煮好哦！好，我来捧，出菜了，出菜了！白
白菜豆腐嘛煮好啊，我来倒三缸。金龟鸡汤嘛好啊，着烧的哦，爱注意哦。好，派去嘟嘟，胡嘟嘟，请恁倒洗食的叶啊，甲果子。没问题。康康继续无闲出菜，双手拢停袂落来。乐乐因无闲捧菜，双脚停袂落来。食的小精灵无闲食好了，喙嘛无一丝闲。食遮侪营养佮好食的物件，小精灵巴肚饱đầy嘟，体力嘛恢复啊，一直咧拍的。哦，结束啊！乐乐干切切的，真欢喜讲。会使做伙去掠歹朴树啊！吼，要看卖代志，敢真正会遮顺利？帕基鲁鲁，呼噜噜，乐乐小乌丢，Ready？